继续来到中华的分行，这当地竹米奶子甲乌叶仔奶子，因为雨水少、草菇啊个防治了好，所以产量大爆发，比去年加出着10倍以上。尤其是竹米奶子，去年一斤要80块，今年只要50块，有够俗会当食好够开。也毋过产量伤多，奶子农原来真苦恼哦，真惊会败市销无路。168。 奶子一袋才168块，有俗无？有俗无？有啦有啦100，安尼有俗无？有啊有较俗啦。小菜市啊买奶子，不管是乌叶还是竹米的，拢真俗。这样子来讲，大概3斤100块，4斤100块左右了，已经很便宜了。头家讲，去年竹米奶子一袋斤卖80块，今年只要50块。凊彩第一袋敢若100外块，民众买甲真欢喜，也毋过种奶子的人真无奈。我真惊人啊！市场倒。 继续稳定是因为今年气候稳定，病虫害防治有成。中华分行乡的乌叶也是竹米奶子拢大出，产量比去年加超过10倍。伊都会济，即么天气热，销无咯，外口收14、15块。量伤济，行狗无买收，果农真正艰苦，农会出手啊！ 农会就全部落收，1公斤奥粒啊，1公斤18块安尼啦。其实工厂才要收12块呢，咱1公斤，因为农民足辛苦的啦，所以拢贴6块落收啦。奶子农一个知影，赶紧车去农会统计，总共收差不多40吨，买金额有70万块。虽然是买愈济了愈济，也不过希望讲帮助分行地区的奶子农，唔通损失伤济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